日本消息。林茂生的批。1908年，林茂生21岁，伫日本京都东智社中学读册。京都的家市怀德铺子，大厝3连接，人家约有40万。水池山包，层层塔塔，树木荫荫，青翠的湿地，人拢家己称作日本的公园。查考对桓武皇帝得到天位，到现今的皇上才迁都，安尼有100多年伫遮做首都。所以皇帝花园中的宫殿、鱼池、水果不止好看，竟伫压过京都的遮的花园，也随在人去遐佚佗。因为3年伫阮的学校，所以学校的学生逐日去遐拍球佚佗。搁家市内有一条嘉木溪，搁名鸭川的水直直流入来，互遮的制作的机器厂不止利便，伫遮逐项工厂也第一济。我对来京都较大，互我不止心无袂煞的，就是教会。伫遮有长老教、美伊美教、浸礼教、监督教、天主教。遮的教会共有几若10间，中间是随尊咱长老教做大保姆。咱长老教下拜堂有1间，讲义所有4位，牧师2个，一个西洋人，一个日本人。长老有3个，执事无，是用委员担当因的职务。签起名的会友有200多人。若照外皮来看，虽然袂赢过咱太平境的礼拜堂，毋过伫会内有迄落通互人惊吓感服的，是伫会友少年中的敬虔、笃信、热心所表现出来的，通互人少年无煞。看因有说青年会、报道会、圣册会、吟诗会、亲睦会、主日学遮的，拢毋免听候牧师吩咐，才来帮赞。入礼拜堂，就点灯、扫地、敲正耳朵。若拄着有人要来听道理，因不止好气，互人好亲近。有时三少去参观教会，鼓舞信徒，遮个拢算是较平常的代志。咱基督教中既然有即款少年人，也使行教会袂兴旺。通举一项来做因的干净。伫遮有一个酒馆人，不止亲信佛教的道理，有一个教商业学校的先生，细厝伫因兜。这个先生就是伫青年信徒中的强强的。过无几月日，迄个酒馆人就来拜堂听道理。人问伊讲：“是某咪先生招你来听吗？”伊应讲：“某咪先生毋捌用喙招我来听。我所以会到遮来听道理，是因为看某咪先生的品行不止纯全。我来听是爱知伊所信的道理是怎样。”到伫本年6月22号，迄个酒馆人已经领洗礼入教。遮的青年信徒中的德行，通感动人的，这敢毋是教业通做凭据吗？